即係我嘅感覺好似拍《風林火山》好似拍咗6套戲咁樣。Hello L-Man 嘅讀者大家好，我係 Juno。角色係創作嘅起源咯，由細到大我中意睇嘅書、中意睇嘅電影，我係中意睇個角色啊。成立咗個角色，你就會清楚知道個故事係咁樣的話，佢哋會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呢？呢一個番外篇係用董潔嘅女去出發嘅時候，角色上都會同The Album 裏邊董潔、蒲銘心佢哋嘅 character 就會開始唔同啦。我諗我寫劇本其實某程度上係作為我下一步做導演嘅一個 prep 咯。Creative 同 production 係冇得分割嘅，但係同一時間兩者嘅mentality 都好唔同。即係我嘅感覺好似拍《風林火山》好似拍咗6套戲咁樣。咁其實呢個劇本寫都已經寫咗4年啦。咁所以都有唔同 caliber 嘅演員會出現，即係或者甚至乎可能大家都知道會有落雪啊咁樣。即係由 creative 到 technical 嘅問題，我覺得其實每個細節都艱難啊，因為始終佢唔係依照緊一個既有嘅 equation 去做。我覺得我嘅靈感反而唔係來自其他電影，或者我寫作嘅時候我就聽音樂同睇書，因為佢冇一個準則。呢本係我而家睇緊嘅書，舊書其實我從當中嘅 creative， 我更加感受到嗰個年代嘅氣息，當係一個幻想力嘅一個 exercise 咁樣。咁另外就係筆啦，殭屍嘅時候我係手寫嘅嗰個故事，冇電話電腦喺身嘅時候，即係我都依然係好 enjoy 紙筆呢個寫作嘅方式嘅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作品嘅壽命係一定長過個作者嘅。我相信音樂好、電影好、小説好，即係佢裏邊係要有種希望嘅。我係咪可以將當初最元祖嘅諗法，到我呈現到出嚟嘅時候，還原度有幾高？唔係淨係 proud of 佢嘅製成品，係 proud of 你個中間嗰個過程，